美食的部分啦！本节目由秀林乡公所独家赞助播出。美食的部分，部落美食任你尝。美食的部分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陈勋，我是 Billy， 欢迎收看美食的部分。美食的部分好像停更一阵子啊，人家都以为我好像被裁员了。没有，今天这场就是为了你付出。啊，对啊，是我的付出之战。对，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别人都是你。没办法，我是秀林乡公所南区代表者，大同大理，新闻巴士又是你。想看到我吗？下次好了，别人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为了要推广我们的慢食厨艺竞赛，所以我们办理了第一届部落风味餐大赛，所以我们邀请了秀林北区的代表跟南区的代表，哎呦，互相抗衡就对了。没错，秀林乡南北战争。在正式比赛进行开始之前，好，我请我们的承办人陈婷进场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欢迎陈婷，要请你帮我们介绍我们那个12月份会举办一个慢食厨艺竞赛，也大概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去做推广活动的内容啊、时间啊，还有比赛的方式，这样跟大家讲一下。Hello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是我们乡内第一届的厨艺竞赛。那它其实的那个主题名称叫产地餐桌慢食厨艺竞赛。那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想要推广我们太鲁阁族的风味餐。12月4号12月4号以前先缴交报名表，然后12月8号就公布在我们秀林乡公所的网站。入围的话就5组，入围5组。在12月12号的时候的开始我们的决赛，在我们的那个太鲁阁文创产业园区。所以听说我们在第2阶段的那个决赛啊，我们有邀请到贵重的特别来宾。对，他是非常厉害的贵重，很贵重，真的很贵重。你听看他的头衔，对，他的头衔呢是5连霸的国宴竞赛，原住民厨艺料理界的大师前辈。对。好的，那我们也就是在请各位观众朋友，就是在12月4号赶快投递你的报名表。12月8号就是会公布入围名单，12月12号太鲁阁文创产业园区进行比赛，所以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陈婷，谢谢陈婷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评审邀请到2个特别贵重的主厨餐厅，也是很贵重，也是很贵重，部落都要贵重。第一位评审，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第一位评审，来郭老师，欢迎。这一次乡公所举办部落的厨艺竞赛，有创新，也非常有意义。希望往后能够继续的办下去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郭老师。谢谢郭老师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位来宾。Dora 餐厅的张贵和张主厨。他们有发挥当地的食材的演化跟艺术，料理的艺术，料理的精神，还有没有呈现出来？ OK， 所以就是你主要是看重它料理的含义的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道拉斯餐厅的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，重头戏要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先请双方选手入场。欢迎南区代表 Lobby 以及北区代表海帆。来，我们欢迎海帆。我们请到下一个环节要直接进入做菜的阶段 ，OK 吧？比赛规则：1，40分钟内做出一道套餐料理；2，至少使用3种以上的传统食材。好的，那我们第一届部落风味餐大赛正式开始。今天料理我用比较当地的农特色的产品，像南瓜、地瓜、秋葵这些，比较有原住民特色的吃虫、马告这些料理去做搭配，也用到了苦瓜跟藤心这种比较苦的食材跟咸鱼做一个搭配，比较清淡，比较解腻。
觉得比较特别的话，就是我的汤跟我的主要青酱鸡肉。那汤的话，我其实都没有特别去加味精调味或是加盐巴，它都是来自于像马告啊，然后洋葱啊、番茄这些的食材的甜味，去让它有那个味道。然后青酱的部分，我是用刺葱的部分来让它显现那个刺葱味道，因为我觉得原住民有很多味道是跟很多调料是相似的啊，它其实也可以当调料，所以我今天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这样。美食部分，部落美食任你尝，美食部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本节目由跟着妮娜旅行去大巴士餐厅的地理餐厅，以上联合有机客串播出。啊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就这样的。OK， 来，我们进入我们比赛的美食部分第一届风味餐大赛的最终阶段了。来，我们请我们选手先入场。接下来，我们请我们第一位评审，请我们的郭老师。评分方式：一、评审1人1支汤匙作为票；二、放在选手桌前就完成投票；三、汤匙多的选手即获得胜利。郭老师，这是你的投票权。我品尝了以后，分不出哪个高哪个低，都做得非常好。色、香味还有摆饰都很到位。让我比较回味的是一个是那个鸡汤，马告鸡汤，啊北区是那个南瓜粥，这个真的是有在认真的去做料理，不是随便做料理，这个值得钦佩。马告鸡汤，这是我这辈子以来喝过最特别的传统美食汤了。但是这2道，我要投谁呢？我还在思考。请我今天的好搭档，我们的 B 人来投下。B 人你要知道，这一票有可能会平手，会南边赢北边，希望你好好选择，这是你投票权。针对今天的北区南区的食材，光是看食材的部分，我觉得北区用到的食材的比较丰富，还有它还有用到海，因为北区有那个崇德那边是住在海边嘛，然后就可以调配出这么原味的一个很丰富层次的一个味道。我们今天看到这2位选手，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他们蛮年轻化的，就是我们部落已经开始走向年轻化的过程。那从他们的料理上，我们去判别其实看得出来，他们对料理是有冲劲，想要去把这个料理做好，然后呈现我们部落的美食这样。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是一个新气象啊。那不然再比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二届，直接进入，马上进入第二届。我今天做一个小的总结，因为秀林乡的幅员很广，我们所以用到食材会有些许的不一样，但味道上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。今天我北区跟南区2位选手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好，那我觉得今天比赛我们平分秋色。好啦，我们还是要多准备一个锦旗，好不好？来。我们美食的部分，第1届部落风味餐大赛大成功！好，谢谢今天所来的评审还有选手。
OK， 我们谢谢大家，也谢谢乡公所今年度109年12月12号的活动，请大家多多参与。我们美食的部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